咩么代？一朝微波客栈，冷客栈，飞面话很有名的都是冷客栈，飞面话，面话小客栈，面话小客栈。伊会把面的端熬煮归水，含几首甘露，把麦叶熬到中熬煮，口熬。叶熬煮归水，熬煮归水，含几首甘呢？含几首甘呢？含几首甘呢？甘露。把麦叶熬到，麦叶熬到中熬煮口熬到中熬煮口熬。叶就是逗号，叶熬煮归水，含几首甘露，麦叶熬到中熬煮口熬煮口。熬煮归食，归食就是去世归谁？含几首甘露讲的样，麦叶麦我熬到中熬煮口，煮就是背的意思，熬煮口要受苦。叶熬煮归水，含几首甘露，麦叶熬到中熬煮口熬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时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娘娘保海，海来保面平安，来来。